再来看这个中国海棠秋兴军糖侵入台湾，伫苗栗这个北武岳麓镇内面的这个番麦田呢，发现讲有10只左右这个秋兴军糖，防疫人员赶紧出动这个卡土机，将这个番麦田拢总用土甲砍掉。这款糖呢，会甲这个番麦甲水稻，搁会食入这个心内底，安尼就造成农作物死去。若是讲大量生炭，更加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。防疫人员讲，这款糖真有可能是顺着这个沙南气流被吹入台湾的，目前已经做这个防疫的作业。卡土机乌土将2分外地番麦田拢砍起来，边仔搁有封锁线，无法互人接近。因为防疫人员伫个番麦叶内面冰出一只规身躯拢反毛、一年鸟的糖，一个检验确定讲，这只是为中国来的海棠秋兴军糖。被鉴定出来，它是属于秋行军虫，已经确认的。还有疑似的厂，看起来的话呢，都是在玉米的这一个上面所找到的。这块地是苗栗飞牛牧场的番麦田，真侪叶啊，拢有秋兴军糖加几啊空，若食到深会造成农作物死去。若是大量生炭，将会严重影响到番麦甲水稻的产量。像中国已经有18省受害啊。因为气流的关系带进来了，并不是说正常迁徙带进的那样。目前，苗栗发现10只左右的秋兴军糖，为了避免其他的地区嘛有，农委会表示讲会伫官网公告，有机产会使用苏力菌、可燃油投糖，另外至少4种的杀虫剂有效。